来是台北市的中孝桥，半暝发生着严重的死亡车祸。一个男子过大路，疑似是闯红灯，先互多元客停车弄到倒伫个涂骹，搁互后壁驶到位的3台车交过交死了。除了第2台的轿车走去，其他3位驾驶拢留伫个现场。讲这个车祸发生的第一时间，有人伫个现场咧指挥交通，但是当时咧落雨，视线真歹。后壁驶到位的驾驶讲，真正是无看到。透早落雨天，一个查甫人要过车路，行到一半，敢若是变红灯，经过中孝桥，来车道的轿车随停落来。要过第2车道直行车袂赴发现甲弄落，这查甫人倒伫涂骹，还佫会喘气。吊水驾驶车停伫路边，想要指挥，过无几秒钟，第2台进口车阵咧驶过，佫去搞着这查甫人无停落来，直接就驶走。现场敢若是视线无好，后来伊佫2台车驶过了后，这个查甫人等于是和车弄失败。看也没看到啦，怎么看得到呢？那就被我撞到倒到地上，我们去指挥，结果还是被人家后面脸拖到这边来了。来得太晚了，来太晚了。这是第几次撞到？第三次撞到。这几位吊水驾驶真紧张，讲当时真正无看到，换做驾驶的角度来看，轿车倒落桥尔过几秒钟才看会到头前有倒一个查甫人。虽然讲现场有人徛伫咧动，不过已经袂赴啊。车祸是发生伫台北市中孝西路甲西宁南路口。今日透早3点半，这个41岁姓曾的查甫人，当时是要去找因女朋友，穿的是深色的衫。现场路况无清楚，加上连续雨，4台车弄到送去病院急救嘛无效。经调查，均未有酒驾情事，相关驾驶依过失致死，移送侦办。有关第2台肇事逃走的轿车，警方已经锁定驾驶，以到案说明。是讲意外发生了伤过突然，车祸发生当时，这驾驶真正是袂赴反应，因为安尼断送一条命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